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警政署保安警察第3总队今年的5月到7月展开6波的掠毒的行动，因掌握到国外有卖毒的集团，以人体运毒的方式，把一级的毒品海洛因甲古柯碱炸入来台湾，就是有2个泰国的这个查囡仔，把50粒的海洛因吞落腹肚底，这种用人体运毒的手法，互警方嘛着惊。清白赛11人互警方拖落车入涂骹。我这样，车顶啊，我都无安怎是安怎啦。原来这个11人买毒品互对方出卖，不过这个毒是安怎来？卖毒品的人是正奸鬼。警方将这个泰国旅客甲围调咧，因为因的卡网内底藏超过1公斤的一级的毒品海洛因，其他人为了斗运毒吞海洛因的鸡毛卷。电工一个照拢看现，这个查某人竟然是一下手吞50粒的鸡毛卷。这毒品拢是用热缩膜包咧，才搁吞落去的，万一若扬起，会危害到性命。警方将灭毒品集团的运毒消息，发动6摆的追查行动。今年5月，2个泰国查某囡仔总共吞105粒的海洛因，包括体内藏的，总共超过1公斤7。后来，伊有6名泰国籍的嫌犯，炸差不多1公斤的海洛因来台湾。7月底，有一个法国的查某人，敢若一个人就炸1公斤伊的毒品，数量上济。警方6摆行动，总共查扣市价3500万的毒品。有些起飞的班机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，并桃园、高雄等不同机场入境。且常选择深夜的红眼航班，还曾利用凯米台风来袭期间班机抵台时间不确定等因素，不断测试并企图混淆警方的侦办步调。警方调查，大部分的女嫌犯敢若是拢互人用感情诱拐，那查甫的是拢因为10万到50万块的利头。保三总队顶单位继续甲泰国的警方密切合作，要追查幕后的集团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